咱弟兄们，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先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拢真做阮的帮衬。你赏赐教业的恩典，互阮，互阮检测经历挑战困境。但是，阮会当因为你所赏赐互阮的信心来超越。阮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只是用感谢得跳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今日的礼拜，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互你。恳求主你帮助阮，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互阮会当用无下数的信心来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主你伫整个下礼拜中间掌管，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清起阮、激励阮。主啊，阮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中，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无论是乐团的司琴，或者是圣乐队献诗。书会传讲信息，主你拢甲阮三甲地地，互整个礼拜过程中间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带领，由你的神运行伫阮的教会，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求主也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阮经历100多冬久。伫你的恩典下面，一步一步向前行。求主甲阮伫咧，继续引出阮头前的路站。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所设立的机构，拢是为着要荣耀你，要祝福万民来存在。求主亲自赐福带领保守，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真真正正。会当荣光你的性命。主啊，阮也将台湾，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一昨阮举行选举，伫这过程中间，有充满真侪伤害、拆离、分离的意念。恳求主你搁一遍赏赐合一的心，互台湾的百姓。会当真正合一，互新当选的这县市议长、公职人员会当执行因的使命，共同来治理好各县市，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阮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互台湾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一个公义的国度。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了伊。这个时阵，请咱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51首，圣诗51首，请起立。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用你的荣耀来管顾阮，互阮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前，会通专心来敬虔、唱诗歌来敬拜你，互阮的祈祷会通得到你的应允。感谢你赏赐逐项的恩赐，互阮来感谢。阮要搁较感谢你的是，因为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互阮有份伫主你的大家庭内底。阮来献上感谢，学了你。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会当生活伫有民主自由的国家台湾。昨已经透过百姓选出各首都的首长、议员，求主赏赐因有智慧、
有负责任、有仁爱、有公义、有敬畏的主的心，温困来服务百姓，互百姓会通安居乐业。虽然有失去，总是求上帝你的圣神帮赞，有失去的人，互伊搁较有信心，继续往头前来跑走。得到的，互伊会通把握即个机会，好好尽忠来做你因爱做的工。怜悯的主啊，你是恩慈的上帝，阮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求你来赦免阮，因为只有你知阮所犯着的罪过。阮常常袂记即你对阮的疼，对年头到年尾，你是安怎保守阮、看顾阮，互阮平安经过？你嘛互阮有真侪恩赐，伫遐做你爱阮做的工。有时阵，阮要求你赦免阮，阮就是常常会落入伫埋怨，是安怎？阮的重担是遐尔啊的重，阮祈祷的事乃无有成就，甚至互阮的心情会足软弱，陷入伫苦战内底，就会离开主的道路，亲像马路的样一样，敢若相信家己的计谋，照家己的心情去做，干犯着主你圣的法度。你爱阮去做的事，阮无爱去做；着爱做的服侍，阮颠倒无去做。阮的性情软弱，无力通去行好，总是感谢天父上帝，互阮阁有机会来到伫圣殿，甚至伫山顶，会通来到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你话命的话。求你的圣灵充满伫阮蔡牧师的顶悬，互伊将主你的话来传讲，互阮会通明白属灵的儿女要安怎把握机会，互阮的心会通开，领受教导。因为有耶稣的保护赎回阮，互阮通属伫你，求你用你的疼来光照阮，无搁为着阮家己来活，反倒是为着替阮死，搁有搁活的主来活。求你帮助阮，将家己交互天父来管顾，搁信靠主，互主的疼来引带，掌管阮的心，扶持阮，互阮有信心，有气力，有仰望。若是有伫困难中的、试炼中的，拢会得到主你的帮助、看顾，会当得胜，通用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主，荣光主你的圣尊名。阮的祈祷无够完全，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篇，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3篇。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呢？对婴仔甲食年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你互伊比天使离啊较输。你
你设立伊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这个时阵，俄勒咱的圣歌队要带咱来俄勒上帝，耶稣我心喜乐的福源。这个时阵，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0节。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0节。所以，恁的行为着爱谨慎，毋通亲像无知的人，爱亲像智慧的人，着爱熬用每一个机会，因为目前的日子真险恶，所以毋通做糊涂人，着爱明白主的旨意是啥物，毋通酒醉，迄是会互人败坏的，着爱互圣灵充满，着用诗歌、诗篇、圣诗、灵歌对唱。着爱对心底发出音乐，学了主，伊唱歌。20节，爱奉
就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逐项的事感谢爸上帝，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信息，咱要请咱的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伊的信息是属灵的儿女把握机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把握机会。咱顶回咧讲，即个以弗所书第5章16节中间，即个 Kairos 即个光阴即个字吼，除了时间以外，阁有时机甲机会意思。所以咱顶回分享爱惜光阴，咱今日要来分享把握机会。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赏赐阮智慧，也互阮有安静的心，会当领受你的话。阮确信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将阮本心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先来看 Kairos 这个字吼，这个字就是光阴，嘛是机会吼。其实吼，伊伫这个希腊文的中间吼，伫希腊的神话中间，伊是一个神明啦吼，叫做机会之神吼。若根据迄个伊的形象吼，咱来看，才有一个雕像吼，伊就生做安尼啦吼。这咱是伊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吼？咱这雕像咱看袂啥清楚吼。我用另外一张图互大家看吼。伊即个机会之神，这 Kairos 吼，伊的形象外观的形象吼，真特别。就是吼，第一，伊头毛型甲人无啥相共。伊头毛头前一大撮，后壁是光头的，后壁是光头的为什么会安尼呢？其实就是讲这机会若来的时阵若对你面前来，你若无来掠，马上来掠掉头前这撮毛伊若互伊闪过了后壁就光溜溜啦，掠袂着咱来看伊的形象伊才有两个膝嘛，对无其实伊的骹拢有膝，表示伊走了足紧所以若机会若来你若无掠掉的，伊一下就走过所以这就是机会 ，Kairos 这机会之神伊的形象其实互咱真侪启示，机会是一万年的消息的，咱讲这个光阴 Kairos 其实有两机会意思，咱的生命拢真短，伫短暂的生命中间，咱爱把握时间，但是咱嘛爱把握有限的机会，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好好来分享这个把握机会这个主题，机会是一下就消失的，对真侪层面来看，拢是安尼。咱若有咧投资做生意的人拢知，有真侪机会你若无把握掉的，失去就真困难，搁再有。所以华语有一句话讲，机会是安那可遇不可求，意思是讲，真正好的机会是真困难创造的你只有好运拄着，拄着就安那，爱好好来把握，咱爱把握机会。所以今日牧师要分做今日这讲题要分做两大部分来分享。第一大部分，咱先来分享讲，咱要安怎去把握，咱来做什么款的准备。第二个部分，咱较来分享讲，咱应该爱伫什么款的代志顶面把握机会。首先，咱先来分享安怎把握机会。把握机会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警醒，爱准备啦。有一句话安尼讲，机会是属于准备好的人。你若准备好，机会一来，你就马上会当
起来掌握。所以有准备甲无准备有真大的差别。大家敢会记得耶稣捌讲一个譬如就是10个在小女的譬如10个童女的譬如耶稣咧讲这个故事其实伊有一个背景，就是甲犹太人的婚礼有真大的关系。当时阵犹太人的婚礼通常拢是伫暗暝咧举行伫暗暝举行的时阵新郎甲新郎的朋友因会先安尼集合做伙去新娘的厝然后到新娘的厝了，伊就照当时阵的宗教规矩来举行结婚典礼。礼成了，较将即个新娘带转去查甫的厝。因就是安尼结归群了，要去新娘的厝即个时阵新娘爱做啥物款的准备？伊爱找有几个伴娘几个伴娘。准备好势来迎接这个新郎来，这个孝女是讲这个在小女因爱准备啥物货？通常拢爱准备灯甲油因为是暗暝新郎才来，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因就爱提灯这油灯点火出去迎接新郎入来，然后将新郎甲新娘进入这个宴席中间，伊当享受这宴席的快乐。耶稣咧讲这故事，这譬如讲有10个少女因手内摕油灯咧听候新郎来。其中5个是愚妄的，5个是聪明的愚妄的啦，愚妄的伊有准备灯，但是油准备了无够。聪明的有准备灯，佮有准备油。因为当时阵暗时咧赶路有时间真困难按算，所以有时会迟到当时要来嘛毋知。这10个少女就伫遐听候到半暝的时阵大家拢拄久啊。突然间有人大声话讲：新郎来啊，赶紧出去迎接因。因较凶狂起来要出去迎接新郎。结果5个聪明的这个少女因拢有点油灯出去迎接这新郎。出来才发觉讲油准备了无够无通点。就甲这个其他5个人讲：恁敢不能分阮一寡油？伊讲因就来讲我油就准备家己点的尔，无袂当甲你分享所以恁赶紧去买就是因去买这段时间新郎已经到，所以已经这5个聪明的少女将这新郎迎接进入这新娘的厝内底举行婚礼，门就关起来，其他5个愚妄的就无法度参加婚礼耶稣咧讲这10个这个少女的譬如原本的是提醒大家爱准备将末的来临这甲今仔日咱大讲节有真大的关系咱嘛要用敬虔的心去听候主耶稣基督降临但是伊当时嘛，互咱明白，机会一旦错失，要搁找到是真困难的。所以准备是真重要的。咱唔知影上帝要互咱什么款的机会，什么时阵机会会来，咱嘛唔知。但是如果你若有准备好势，机会一旦来，咱就当把握。比如讲，咱常常若讲有意爱甲别人传福音，无需要互你一个功课，请你等于了，你爱写一篇3分钟的见证。3分钟就好，唔通写3点钟3分钟的见证就好这等下我较来讲，为什么要写3分钟因为你若有3分钟的见证，你若有机会拄会当对别人传福音当机会来了你有准备，你就安怎来了安安有机会来的时候，咱一定要抓牢的抓牢这个机会咱拢知影。咱若无抓牢这个机会机会有时阵就失去。咱看圣经中间有记载一个人
就是耶稣伊伫即别大年，一个生太哥的西门出来咧坐道的时阵吼，众人中间有一个妇人人，伊摕着一盘即个至贵的真诶哪搭香油，啊，即个玉盘吼，拍玉盘，将即香油献互耶稣。咱来想看觅，历史上哪有一个人有即个机会为耶稣的死亡做准备？所以耶稣来学了讲，即件代志一定吼，那我的福音传到倒位吼，一定爱互人知影，伊做一件美好的事。全人类历史中，看有即个妇人人，有即个机会来替耶稣的死亡来做准备，然后将伊准备好的即个香油献互耶稣。所以机会是真奇妙的，有机会咱就爱把握，一旦失去就无。咱来掠掉所有的机会，也恳求上帝，互咱有机会。掠掉机会了，咱来运用咱的智慧，因为咱有准备当机会来临的时阵，咱就爱求上帝有智慧，无咱有一句话讲：食紧弄破碗，咱问人看机会来，咱就真欢喜，结果到时无智慧做毋着代志，安尼就无好。所以求上帝，互圣神充满咱。拄则圣经嘛讲，爱圣神充满咱，互咱有智慧会当做适当的准备，来讲出适当的话，才当把握上帝互咱的机会。我过去伫台南的时阵有迄个游泳运动的习惯所以我有时阵常常会买迄个月票会去迄个游泳池游泳我游泳池的设备除了游泳池以外佫有迄个互人休困的所在也有迄个蒸汽室甲烤箱所以阮有时阵一阵虽然无足熟但是常常去遐运动的人拢会伫迄个烤箱内底，大家伫遐开讲，通常拢是讲一寡新闻啦，讲一寡代志，社会发生的代志，通常拢伫边仔听因讲啥，有若是真趣味大家伫遐咧讲，有一遍有其中有一个人就讲起伊去教会的经验伊对迄教会的印象无啥好啦。就讲伊去一间教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讲的我想讲，我是牧师咧，听伊安尼讲教会无啥好可能伊去迄间教会拄着伊家己拄着的经验无啥好所以我爱解说一下啦所以这个时阵我就爱把握迄个机会求上帝，互我有智慧会当好好对因讲而且我拄则讲爱讲几分钟，3分钟对无？因为伫咧烤箱内底，你若讲3点钟，大概热死。所以一定爱讲3分钟啦我就我头起想，我嘛袂当甲伊辩论啦我就讲我过去对教会的印象是安怎后来我是一个无道友去教会我所理解教会是安怎去简单讲一个3分钟我的见证大家佫听了真趣味我叫我继续讲所以我就真正放大来讲这是我第一遍吞巴吹讲道啦所以咱有机会咱就分享出来而且咱咧爱运用上帝互咱的智慧咱若当安尼用我相信这机会咱就当好好把握好，所以咱有3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咱爱准备好势，第二个就是咱爱掠到机会，第三就是爱运用咱的智慧接下第二个部分，牧师要来甲大家分享的讲，咱既然知影安怎去把握机会了，咱也爱明白咱把握机会是爱做上界重要的代志。啥物是上界重要的代志？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项望这4项会当互大家帮赞第一项，我感觉上界重要就是把握机会爱安怎接受救恩这是上界重要的代志咱来把握机会来做，这是
领受耶稣基督为咱备办的救恩。咱在座如果有一寡兄弟姊妹，你还未受洗礼，还未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互你的救恩，牧师要来考劝，你赶紧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去接受这个世间上介好的礼物。这是真重要的代志，这是跟咱的生命、跟咱的灵魂有关系的代志。如果咱中间已经接受救恩的兄弟，咱就安那持守上帝给咱的恩典。咱今日是传统美国也是讲北美的这个感恩节。其实咱逐天拢爱感恩呐。咱想讲上帝给咱遐尼济恩典。咱是安怎去回应这款的恩典？爱接受，而且爱回应。咱过几礼拜，咱教会举行圣礼典。这回有10外个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其中这边上界特别的是讲，有真侪青少年伊要更新礼。牧师感觉真感动。这群青少年因已经做一个决定，这是一个美好而且荣耀的代志。救恩已经为大家准备好，请大家爱把握机会。第二项，好的物件爱甲好的朋友分享。接受救恩了，咱就爱设法分享出去。咱设法分享出去。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如果咱相连教会所有兄弟，大家拢有这款的心志。我领受到这么好的福音，我应该爱赶紧来分享出去。大家拢会当安尼做我相信咱教会就是会变做一间上帝所使用宣教的教会。大家要有迄个热切的心志咱每一个礼拜拢中间拢有一个奉献对无？奉献了，咱拢吟一首诗歌对无？圣诗306首。大家拢捌吟嘛但是咱拢吟第40尔嘛。我的经文献互你其实咱的理解就是讲上帝互咱有机会咱甲非信徒来往爱有智慧，爱把握机会就是将福音分享出去我咧讲这个圣诗306首，其实伊有一个真水的故事伊的作者是叫做哈佛加尔。这个小姐伊出世伫1836年，伊老爸是圣公会的牧师。伊细汉的时候真爱音乐伊7岁伊就当家己写诗写歌但是因为伊的身体较懒所以就影响伊的心智就较软弱常常真苦闷真消沉。一直到伊14岁的时阵，有一遍伫礼拜中间，因教会咧举行圣礼典，咧圣餐的时阵，因为伊还未经信礼啦，所以伊就袂当去领受迄个圣餐。但是伊看到别人咧领受圣餐的时阵，伊突然间心中有一个感动，伊讲：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伊拍的身躯是为着每一个人所献的。所以心中就非常羡慕，讲我以后爱得到这款的恩典，我嘛要甲大家做伙同齐道，做伙来守圣餐。所以伊15岁就是过年，伊就马上坚信咧，对于坚信咧了，伊就整个人生观念拢改变，对原本的真忧闷、真忧愁，一个情形下面伊变做心内真喜乐常常甲别人分享福音，伊就四界去旅行报道，而且借着伊写的著作甲别人通批甲伊写的这诗歌来帮助各地的信徒所以伊一世人留100多首圣诗，其中咱上界熟的就是这圣诗306首关系伊写这首诗
伊伫个日记中间有写讲，为虾米伊会写这首诗？伊讲伊有一遍吼，向邀请去别人因兜做人客，吼伊准备要伫遐住5天。伊去到迄天诶，伊这家庭诶时阵，发觉讲，伊这家庭中间有10个成员，其中吼只有几个是基督徒，但是伊讲因其实是无快乐诶基督徒啦，剩诶拢也未信主，所以伊就求上帝讲吼，上帝，我有5天诶机会，你拜托你，互我有机会吼，来将福音带互即个家庭诶人，互因全家拢会当得救。伊就撇册祈祷吼。时常甲因交谈的时阵分享，但是改成到最后一天吼，抑阁还未有成果。叫最后一暝吼，大家拢去困啊。伊心中也咧烦恼讲即家人还未信主，就伫迄个厝内底，伫个房间内底咧祈祷。突然间有人来拍门讲：我咧讲吼，因中间有2个。即个查某囡仔吼，开突然间伫遐咧哭啦，足伤心咧哭，请你赶紧起来看，所以这哈佛家的律师吼，伊就马上去到这2个查某囡仔的房间，了解因的情形，甲因分享，甲耶稣介绍互因，互因明白讲耶稣会当帮助因人生所有的困境。结果吼，伊无想到圣神真正动工吼。伊讲当时阵因头去咧啼哭，到落尾吼，甲因讲了，突然间因拢真喜乐咧唱吼，讲规暝大家拢真欢喜吼，毋甘去困啊，规暝拢用学乐来奉献家己做活祭，大家拢决志。讲这个时阵吼，这首歌的歌词，一行一行的拢对伊的心肝产生出来，伊就赶紧来写落来。这首歌吼，其实是真特别的一首歌吼，伊是咧讲，咱爱将咱全部拢奉献给上帝。咱拢唱第4节尔吼，第4节是写金钱啊，但是吼，我知影巴克的牧师吼，伊伫台南的太平间教会咧做小会议长的时阵，若有人要受洗咧，伊咧问道理的时阵吼，问到尾仔，伊拢会叫因念这首诗歌，讲：我的性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死，时刻为你献予主，归荣光你万年久。伊就念第1节了，伊就问讲：你有要安尼做无？迄人讲有，我叫念第2节，我的手爱献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车用，我脚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善。然后伊就问讲：你有要安尼做无？一直对第1节读到第5节，如果这人拢讲我愿意，安尼巴西牧师会接受伊，来替伊行洗礼。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遐尔爱分享福音的人所写的。所以咱每一遍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咱会明白伊的作者就是一个迫切仰望别人会当得到福音的人。今仔日咱等下要吟的这首诗歌是圣诗496首，新圣诗。咱伫咱的周报内底第4页，有印这个诗歌。这诗歌牧师嘛要甲大家来分享。咱今仔日伫台湾，咱去甲别人分享福音，咱毋免受到什么款的迫害。但是伫真济国家，毋是安尼啊。新圣诗的496首，伊是来自伊朗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伊的作者是一对爸仔囝，一对爸仔囝，其中老爸是主教，伊的囝真少年，伊这主教伊叫做哈山主教，伊原本都是出世伫一个真崇尚的家庭，老爸是一个回教徒，是一个修理鞋仔的，但是伊老母是
信主的，所以细汉就被送去教会学校来读册，所以17岁时伊信主。后来因为伊外文真好，英文真好所以当时阵英国有派一个圣公会主教叫做汤普逊去甲伊朗做伊朗的主教，伊就做伊翻译官帮伊翻译。后来这汤普逊看伊这少年人真可处，就来送去英国的剑桥大学来训练，互伊变做一个牧师所以1950年，伊就伫英国剑桥大学伫遐读册。然后当爱到伊朗了伊就甲这个汤普逊主教的查某囝玛格丽特谈恋爱，而且结婚所以就组成这个家庭。这就是这哈山主教这是玛格丽特女士，这是伊唯一的独生囝这首诗歌就是伊这老爸甲这个囝做伙做的但是咱来看这个咱的周报，遮有印一抓对无？讲这个囡仔这个这个伊伫做这首诗歌无偌久了，伊就被人暗杀。伊伫一天开车要回去的时阵，拄着迄个暴徒。伊伫回教的国家有诶一寡是真激烈的所以来暗杀。这这首诗无偌久了，5月初6，就是伊朗宣告。然后因全家拢受到迫害，后来不得不离开伊朗，去到英国的所在。后来，这个主教，这个哈山主教又写一个为伊的囝祈祷文。你若去网络，你会通搜寻我翻译其中的一段，互大家听就好。伊讲我真毋甘，但是我无怨愤。我希望这个独生囝的死亡会当带来意义。伊讲伊对伊的囝受暗杀，去体验着上帝安怎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人类，替人牺牲。伊讲主耶稣你搁来的时阵，除了纪念我的囝，更加纪念遐害我的囝的人。因毋知影家己做啥物，由你用你的话来赦免伊。虽然今日等下咧吟这诗歌咱知影这是一个宣告者的心声。伫一个受迫害家庭中间，无论安怎，犹原对家己的同胞残害伊犹原对伊的同胞的灵魂有负担，拼命要将福音分享出去的一个家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伫台湾，咱要分享福音，咱免受什么款的迫害，但是咱就是好像无啥物好歌好。但是咱看见有一群人，就是遐尼，甚至奉献家己的性命，是为着要拯救灵魂。咱真正要好好把握机会。第三项，咱来把握机会做啥物货？是爱享受关系。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的祝福是啥物货？是予咱会当甲别人建立关系。但是咱往往常常受伤害上济，嘛是甲别人的关系。这点咱一定要清楚去看见。伫未来，我希望咱好好把握甲咱的亲人朋友聚集的时间，会当好好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团契。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的礼物。毋通到有一天咱真正要分开的时阵，都无法度去享受这款的美好的关系。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来把握机会，多做一寡好的事。伫
伫圣经中间，耶稣捌讲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嘛吼。这故事大家拢真熟。什么人上早有机会去做好代志？是祭司嘛，然后是利未人，但是因拢放弃嘛，因把机会留予撒玛利亚人。后来撒玛利亚人变做耶稣所讹热的人。圣经同咱讲吼，有机会就正人行好，信徒一家人更加爱安尼。上帝予咱有行好的机会，咱就爱把握。咱伫一当中间会当做一寡代志，美好的代志，毋简单荣耀上帝，也互咱的生命更加美好，也互别人带来祝福。咱阁无偌久就要今年要过了，伫新的一当，无数万讲咱拢有计划，好好来把握上帝互咱的机会，接受救恩，分享福音，行好，而且享受上帝互咱的关系。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激励阮。求主赏赐阮好的机会，帮助阮会当掠着伊，而且透过这个机会来祝福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请咱起立来吟新圣诗496首，伫周报的第4页甲第5页。
这时阵，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奉献。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过去的年日，你保护阮平平安安经过。今仔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你，
阮带着金钱，带着阮感谢的心来献互你，愿你欢喜接纳阮所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点到第一支紫色的蜡烛，代表希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盼望，互咱伫即个大港的节期，透过读圣经、祈祷、日子甲主同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主的福音。咱本年度的圣诞节节期的活动，拢刊伫周报第19页，请咱大家做伙关心甲参与代祷。第二项，咱今仔日是本会所定的感恩节的主日，礼拜中有特别安排教会事工的感恩奉献。互咱时时孝顺主的恩典，日日分享主之爱，并透过咱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宣教事工。今仔日咱的杨新赵牧师带领西罗亚诗班去到伫婚林举办退休会，无伫的吼。咱的感恩节的音乐会，咱伫今仔日下晡12:45，伫咱的10楼礼拜堂。有爱乐管弦乐团，甲儿童的节奏班的表演，嘛儿童直笛班的表演，嘛 OGS 欧达拉团的演奏，有做利美的手筝，敬拜乐团的演奏，双联幼儿园小豆芽诗班的演唱，西罗亚诗班的小西罗亚诗班的演唱，儿童合唱团，最好朋友就是耶稣的音乐剧。的演出甲感恩的见证分享，请兄姐留步来听，做伙用音乐来献咱的感恩。咱集体的关怀第3个，恭喜本会吴梦如姐妹、吴生龙甲黄淑女的查某囝、甲刘信宏兄弟，定伫12月初3过来拜六，下晡2点半伫咱10楼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咱嘛来参与吼。第2项，咱本会会友陈之美姐妹伫11月13日安享主怀，请兄姐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第3，本会会友洪志明兄弟伫11月13日安享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会友郝惠美姐妹，吴文曼姐妹。的妈妈李友仁执事的阿嬷外妈，伫11月15安享主怀，定伫12月初10后礼拜六下晡2点半，伫咱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另外报告，我所伫关心一个蔡素妹姐妹嘛安享主怀吼，请11月30有个别式吼，请有报名要。关心参加的人到伫教会祝福，做伙要去到伫邦桥，真多谢。小会第4项，小会问道理，请所有的长老、轮值的长老吼，照时间来关心小会问道理。咱下8项吼，咱有12月初6甲初7后礼拜2到拜3。
咱的敬老旅游，你若还未报名的，你爱紧报名吼，要去到伫奋起湖甲故宫南院吼，其他咱请牧师来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吼，遮有一位是陈信任兄弟，陈信任弟兄吼，遮。欢迎你万圣节的朋友哈。个另外一位应该是侯承恩兄弟，伫后壁哈。欢迎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牧师大家提醒咱等下礼拜结束了12:45，伫遮有一个感恩节的这个音乐会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阮快乐，对过去到现在，你拢保守看顾阮，互阮有十足的平安。阮特别恳求你继续甲阮三甲伫地。阮中间如果有身体病痛，求你亲自医治；有心神软弱，求你亲自安慰。阮肢体中间有失了亲人的，求主你帮助阮，会当互相扶持激励，来超找你所赏赐阮永远我的愿望。阮也有欢喜的事，有新人要伫教会中间举行结婚礼拜，阮也甲伊同欢喜。求主你也激发阮彼此中间互相的疼，彼此关怀。阮特别为着新的朋友侯承恩甲陈信任两位兄弟来祈祷，求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出入拢得到平安，领受上帝大的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搁来吟祝福的诗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12首。圣诗512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阮强受差遣。
下段位哈，然后帮忙把椅子叠的大概要出去，大概留5下，然后完之后请倒酒。